师父利用这个今天早上吃饭的时间呢，来跟各位大家莲友们报告，因为我们一直看到这个社会有一些病态观念呢，已经偏差了，所以有必要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提醒，我们互相来勉励，财流子孙不是福啊！我们拼了命呢，想尽办法，用尽一切的手段，希望能够积聚很多的财富，但是要留给做什么？就留给子孙了。希望他长长久久，永远都有得吃，有得穿。这种爱心是实在让人敬佩。但是对不对啊？财流子孙不是福，万一子孙他不是你心里面所想的那种很贤德、一个很规矩的、很有品德的人，那你看每天吃喝玩乐，把这些钱财糟蹋掉了，而且他的行为又自私自利，从来没有心存的众生，没有去考虑到别人的需求。各位，那这样子，这种你留给他，就不是福啊，不是福报啊，这个不是善的事情。很多人为了争产进官府啊，你看你争我夺的，就是什么财产呢？这是爸爸留下来的，这样不公平。所以每天各位就是为了要争夺这个财产，结果进了官府了，上法院啊去告你，告我，我告你，这样兄弟撕破脸。这种事情现在在台湾很普遍，很可怕。所以你看这样子，大家彼此感情不和睦，兄弟之情完全撕裂了。你看多恐怖！说理当穷困多造福啊。照理讲，这些穷困的、比较贫穷的，他的生活遭遇有困境的人，我们应该给他多多照料嘛，给他关心、帮忙、协助他。各位，这个才是有意义，那个钱才发挥最大的价值啊！所以我们应该照理讲要这样子做才对啊！如果你这样做，留给世人好篇幅啊，你会给世间的人永远一个好的名声。好的历史记载，说某某人，哎呀，做什么给后人带来这么大的安慰跟鼓励，而且带来这么大的爱心，我们可以给这些穷困的人向前的力量。你看，这个是给世人一个好篇幅，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，用这样子这么一章来跟各位大家彼此互相勉励，希望大家观念一定要端正，观念一定要正确，千万不要邪知邪见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